头来北韩，北韩伫前2天拜6的时有举办地方议会选举，有的选区搁正罕见有2个候选人的竞争，金正恩嘛有去投票。根据北韩媒体报道，这届投票率有99%，因讲这是正港的民主。也毋过外国媒体是分析讲，北韩会互百姓出来投票，是为着要监控人口。在投票所外口唱歌跳舞，未少人穿传统正式的衫去投票所认真看广告台候选人造型，才搁入去投票。北韩一个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这是每4年都会举行一摆到市郡人民会议议员的选举。 평양시 제220호 선거구, 제120호 분구의 선거자들도 높은 알곡증 산성가로 지방인민회의 대의원 선거를 맞이한 자랑을 안고 선거에 참가했습니다. 这摆北韩地方选举受八月修改选举法影响，部分选区限期，不过只有1个候选人参选，是有2个候选人代表参选。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这摆投票率有99.63%，表示人民会用家己决定。选出人选实现民主履行公民义务。佮看出国家领导人金正恩亲身到韩京南道一个设伫机械企业的投票所，象征性投票予工人阶级的候选人。 报道指出，金正恩出现受工人闹热欢迎，各地投票了后，顺市工厂对开发压缩机的进展表示满意，强调要引领经济机械制造业赶紧提悬到世界水准。虽然这一摆选举投票率有99.63%，不过比对顶一摆2019年的投票率有99.98%，也是减少0.35%。外国媒体分析，安排人民象征式投票，也是当局实施变相人口普查的方式。公视新闻陈时东报道。